主后2023年5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国对权力的看法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斯帖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。这个事发生伫亚哈随鲁王的时代。亚哈随鲁伫苏珊王宫继位，统治127省，对印度到古实。伊继位第3年，办倒请所有的领袖甲人臣，波斯甲米底亚的将领、贵族甲各省的领袖拢来参加。伊用180日，互因看王国的富裕、强盛，甲伊极大的尊贵。后来，王阁为着带伫苏珊城的居民，无论尊贵卑贱，伫王宫的会堂办倒7日。会场有白色、蓝色的布帘，用幼麻甲紫色的绳绑伫大理石条的银环，有金银做的梯椅，摆伫用红、白、黄、乌的石仔铺的地面。王供应真济酒，用逐种无共款的金杯互人啉。王命令宫内所有的人臣，酒出在人啉，毋通限制。王后华实蒂伫亚哈随鲁王的宫内嘛办倒请妇女。到第7日，王啉酒啉甲真快乐，就命令替侍候伊迄7个太监：米何曼、比苏他、哈婆那、比吉他、阿卜他、西达、甲加加，去请王后华实蒂伫王后的花馆来王的面前，因为王后真水，王爱要甲遐个人民甲人臣点伊的美貌。毋过，王后华实蒂毋肯来，毋照太监所传王的命令，所以王非常受气，心内亲像火得倒。王有一个惯例，关系法令甲裁决的事，会大声甲遐个捌识世事、有智慧的人参详。迄时有王的左右，常常甲伊见面的，有波斯甲米底亚7个大臣：甲士那、士达、阿玛他、塔斯、米勒、马西那、米木干。王问因讲：王后华实蒂无遵趁太监所传我亚哈随鲁王的命令，呾照咱的法令，着安怎办伊？米木干伫王甲遐个大臣的面前回答讲：王后华实蒂的所做，毋但得罪王，嘛得罪亚哈随鲁王逐省的官员甲所有的人民。因为王后所做的事会传到全国的妇女，因会讲亚哈随鲁王调王后华实蒂去王的面前，毋过伊拒绝。安尼，因会有样看样，藐视家己的丈夫。今仔日，波斯甲米底亚正官员的夫人听到王后的所做，
嘛会相款安尼对待因的丈夫，就会引起真侪藐视甲受气。王若看做特动，请下令写做波斯甲米底亚袂当改变的法令，不准花实地搁见亚哈随鲁王的面，嘛请王将王后的位赐予比伊较好的人。王的法令一个宣布，遮尔大的国家，逐所在的妇女，无论因的丈夫尊贵还是卑贱，拢会尊敬家己的丈夫。王甲遐个大臣拢看美无间的话做妥当，王就接受伊的建议。王会诏书用逐省的文字、逐民族的语言发布，互无论讲啥物语言的人，丈夫伫家内做主。上帝国对权力的看法。自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南国犹太灭亡，佮将犹太精英掠去巴比伦，也互犹太人逐位流浪做奴隶。总是无一个极权帝国是通永远长存。无久以后，有两个小国家马代国，也称作是米底亚和波斯联合起来，打败巴比伦帝国。后来，马代的公主花实地嫁予波斯王子亚哈随鲁，两国通过联姻成做波斯帝国。但是，这场政治利益的联姻，并毋是用彼此相疼来建立关系，两人之间无疼的价值甲其根基，真紧就发生袂合着搭。花实地不甘屈从亚哈随鲁的粗俗要求，上演争权夺利的戏码。国王听从亲信的话，诉诸道德论断，若将王后花实地定罪，甚至运用身躯边的大臣制造舆论，来强化父权统治的权势暴力。父权暴力深深伤害上帝国的发展，到呾要求安尼。2022年12月中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下令禁止全国妇女接受中学大学的教育，佮禁止女性伫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工作。对安尼，包括拯救儿童基金会、挪威难民理事会、甲国际关怀协会等人道救援团体发表联合声明，假使无女性工作人员，阮就无法度有效接触迫切需要援助的阿富汗儿童、妇女和男性。权力的运作并毋是简单地对一寡人钜摕着瓦靠权力支配另外一寡人。当每一个人拢受迫成做权力机器顶面的零件，就真好指出是谁爱为着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负责任。伫每一个人内心深处，伊一方面是奴隶，畏惧顶施；另外一方面，阁是奴隶主，想要吞踏下属。咱若无反省，恐惊也会变成做是极权的拥护者。耶稣来世间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成全上帝的律法。耶稣甲咱讲，上帝国对权力的看法是：恁中间爱做大，就做恁的妻用；
耶稣的教导是世界上生分的价值观，因为耶稣的教导彻底挑战人性本质的问题。地上国度的价值观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所谓的伟大，就是拥有名声、权柄、成功。耶稣并无否定名声、权柄、成功，只是耶稣搁较爱互门徒知影，拥有名声、权柄、成功的目的，是为着做大众的仆人，毋是轻视别人，甲别人吞踏伫骹下。日想，我是毋是插甲自我想要宰制、掌控的欲望？我是毋是愿意效法耶稣，做大众的仆人，诚做众人的册用？我是毋是插甲自我想要宰制、掌控的欲望？我是毋是愿意效法耶稣，做大众的仆人，诚做众人的册用？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你家己谦卑，诚做仆人的样式；家己谦卑，为门徒洗骹。你做仆人的样式，挑战帝国统治者的丑陋本质。愿圣神帮赞，互拥有权柄的人会当谦卑，关注耶稣的教导，同心促进世界行向上帝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